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大江马，深深茶，深深茶，红菇包豆芽，拍落讲个深深茶，身体勇健爱硬茶，衫裤穿好水水，拍啊拍拍，穿好水个拍，下过雨停，洗过花。感谢新寮大江马，予咱勇气，人生有可欢。大江马是阮上亲的囡仔伴。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54集。欣赏的是台南的刘惠荣老师所带来《大江马》。选嚟，今日邀请惠荣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当初是咧写这首《大江马》的时阵，是阮大家含伊的大孙因为迄阵囡仔幼婴的时阵着摕伊的着阿嬷叫着迄个阿英伊的孙的两只手着安尼擦擦擦。迄当阵我永远足会记得的，就是因阿嬷就是讲深深擦，深深擦，红菇包豆芽，要食着家己擦，唔食着臭嘎嘎。我就问阮大家讲，啥人唔食着会臭嘎嘎？你若物件唔食着臭酸去啊，唔着臭嘎嘎。我讲物件唔食臭嘎嘎，伊讲嘿啊，还有臭公公、臭嬷嬷。我才发现说，原来台语的词是这么美。因为你写着大江马，就是其实咱人拢会有一个心灵导师。我就是拜阮遐新寮就是离我大的所在，加这个定安宫，就是我们的主神，就是妈祖婆。我们这边是属于台江内海因为咱都有看过，应该有大甲妈啦什么新干妈，很多的妈。但是我们台江这边有很多的拜妈祖婆，无一个大江妈带头。因为咱咧写诗写词写囡仔歌，我就想讲，深深茶，其实这个茶茶茶，咱咧茶茶叫，它其实有很热闹还有吵闹你人嘛咧讲你忙咧茶茶干，很吵的意思这个茶很美，它的一个状声词我就安尼甲伊写落来上个重要就是咱等下会心情较郁卒。较低沉的时阵，咱就是讲亲像火钉就是那个门槛嘛。我们人如果那个情绪跨不过去了，那个门槛，那个心中的那一道防线，咱等下咧郁卒的时阵下袂过，都有人想袂开，有人就无法度人放下，家己袂快乐，全忧郁去。就亲像咱讲，人就爱阳光嘛，你心情就爱开朗，你的生活较会快乐啊。所以我若特别有啥物忧愁的代志，或者是有不如意的代志，我就会去阮的庙去甲妈祖婆讲所以伊就是我的心灵导师，敢若袂输我的妈妈。这个琴嘛琴嘛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饶拔这个琴就歹写若要找字的时候就是金字边还有迄个咱的华语的嘴残的另外一边这个叉咱咧讲叉叉叫这个人安尼叉叉叫叉叉叫就是也有吵的意思，还有那个乐器有那个碰撞的声音就是金字旁
吼，啊来正里边吼，就是争吵的争，所以吼，我来讲哦，这人吼，可能这个差的，吼，就是安那很会跟人家吵。哦，这个叉叉叫，它又是撞声音，哦，就是有迄个声音，所以这里用了足好吼。啊来就是个有穿好水，吼一个女字旁吼，然后那个水草的水吼，因为我捌听过迄个那老师咧讲，吼，因为这个女里边吼，啊个有水草的水啊，但是水草的水是有迄个耳朵旁嘛，啊毋过吼，咱即马有改的是迄个耳朵边没有了，女字旁吼。啊，然后那个水草的水的另外一边的是伊的正边，没有耳朵旁吼。啊，来个咱咧讲爬，吼，咱咧爬起来的爬，身躯穿的衫吼有够爬，就是很流行、很时尚吼。啊，我用的这个字吼，就是大字边吼，丁明吼上半部就是大，然后下边吼，下底吼就是吼帽时的帽吼这个字吼。户顶户就是门户的户嘛，我们户口名簿，吼，你讲咱每一口罩拢有安尼户口名簿，吼，每一户啊，这个顶吼，它就是木字边，吼啊，然后郑成功的郑吼，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电椅的电，吼啊，这个户顶是用茶做的。你看，咱那电椅的，就讲有那个垫高的意思，讲伊就是安尼下过，所以户顶吼就是用户口名簿的户，户籍的户，好，然后那个顶吼就是木字旁，好啊，然后那个电椅的电。大柑仔青青茶，青青茶，红菇包豆啊，拍落讲个青青茶，身体勇健爱硬茶，衫裤穿好水水，拍爱拍拍，穿好水个拍，下过雨顶，洗过花，感谢新寮大柑仔，予咱勇气，人生有可欢，大柑仔。是阮上亲的囡仔伴。这首诗内底所描写的新寮大柑仔有甚物款的特色？说来去，咱邀请成大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为咱来讲解。会用伊这首大柑仔吼，当然是用因在地。新寮迄个所在，因的信仰的这个中心，就是定安宫因所服侍的这个叫做妈祖，伊就去写伊这个新寮当然是台江的一个所在嘛吼那一般讲这个叫做什么寮实际上拢是迄个所在有生什么花，有什么生的人，因遐去开垦开发。开始就是大寮嘛，大寮的时阵，慢慢人就愈来愈多，就变做一个庄头主要是安尼来安尼啦吼。伊这因为是用这个叫做妈祖的信仰做中心，就去写当然有淡仔拍锣拍鼓所以伊就用这拍锣拍鼓的这种的声音当诗内底就去经营安尼就对。实际上伊这定安宫因古早时代。因根本就是有迄个宋江镇，嘛有因的西镇拢有，这内面拍落讲过的这代志变成非常的闹热。这当时囡仔的时阵，大家拢讲起来拢有因基地内面的一部分就对了吼。这内底有咧写着讲，这个衫裤都穿好水水个拍安尼这内底当然。咱知影讲普通时生活无好过这叫做啥物料的，拢生活袂讲足好的就对了吼。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因慢慢的发展，当然子孙就无共款。伫咧较古早的时代穿衫穿好拍，那一般拢是过年过节才有咧穿水衫。实际上普通时餐头啦、锅餐头啥物迄拢是锅做垃圾的对无？但是即马敢若讲安尼衫一个安尼穿出来拢是佫水佫拍身的，迄代表啥？因有一个艰苦的付出，即马就是有一个
欢喜的修行。所以因伫遐咧拍落讲古的时阵，看起来足闹热的，实际上是足欢喜。欢喜啥？因实际上不管趁多趁少，总是有因的一个欢喜要修行的这种情形就对吼。感谢神疗大公妈，互咱勇气，人生有可欢。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刘惠阳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主题讲解，府城小花女的三姊妹吟诗，查门客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